歡迎大家嚟到契媽講故事嘅頻道。今日要講嘅係狐假虎威嘅故事，請各位小朋友合上眼睛，跟契媽一齊進入故事王國啦。從前有一個大森林，森林入面住咗好多動物。有一日，有一隻好肚餓嘅老虎喺森林入面揾嘢食，佢行行下見到一隻狐狸啊。老虎話：哇，終於揾到午餐啦！狐狸仔，今日我就食咗你啦！狐狸見到老虎，佢好驚啊，但係佢好聰明，佢冇即刻走，反而笑住話：老虎，你唔可以食我啊！你知唔知我係天神派落嚟管理動物嘅代表？所有動物見到我都會驚，因為我代表咗天神嘅威嚴啊！老虎聽到之後，半信半疑，問：吓，真係咁神奇？咁點解我之前冇聽過嘅？狐狸話：你唔信啊？咁你不如同我行一圈，你咪知道我講嘅係咪真㗎咯？老虎諗諗下，覺得狐狸咁有信心，應該唔係呃人，就話：好，我就跟你行一轉。於是狐狸就企喺前面，老虎就企喺佢後面，一齊喺森林入面行。其他動物見到狐狸行過嚟，後面仲有隻大老虎，全部都嚇到即刻走開啊！老虎見到呢個情況，心諗：哇，真係喎，全部動物見到狐狸就即刻走，佢真係唔簡單啊！就係咁，老虎唔知道其實其他動物驚嘅係自己，所以就放走咗狐狸啦。今日嘅故事就講到嚟呢度啦。小朋友，如果你鍾意呢一個故事，你可以 like 呢一段片，亦都可以訂閱契媽講故事嘅呢個頻道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